今集嘅鏡頭有啲搖喎。係咧，今集多咗嘉賓場面咧，大咗平時我自己一個人揸機，今次咧仲要揸住2部機，真係好攰啊！最近唔夠瞓，慘啦慘啦！咁你早啲瞓啊，唔好做到咁夜啦。唉，我都想啊，夜晚咧有時一醒咗咧就瞓唔到啦，凌晨2、3點起身咧，個腦就不停喺度諗工作，不停喺度轉，真係好辛苦啊！咁又唔得㗎，長期唔夠瞓咧，不單止朝頭早冇精神咧，抵抗力會差啲㗎。最近咧病菌咧好犀利，周圍都有人傷風同咳，你要小心啲啊！不過你記唔記得啊？我上一年咧都好似你咁樣啊，因為湊孫有壓力又緊張，晚晚都瞓得唔係咁好。我嘅中醫朋友咧就介紹咗我食呢一隻樂道大學靈芝，可以調理5臟6腑。仲有咧，可以提升免疫力同埋瞓得好啲嘅。我連續食咗3個月，瞓得好啲，精神好啲，你都去試下啦。咁勁？咦，佢係唯一一款靈芝產品咧，入面有6種嘅靈芝子實體同埋99.9% 靈芝孢子喎，仲有 NMN 3重修復配方咧，由內至外可以重整你嘅機能喎。仲有本港大學證實靈芝多糖含量 No.1，吸收咧更加快、更加全面，可以有效改善睡眠、抗疲勞。唔怪得咧，你日日都咁精神啦！仲可以提升免疫力、延緩衰老，唔怪得你話有效添啊！係啊，過百位嘅醫護咧試食後咧都覺得有效。咁啊，除咗得到咧94% 嘅醫護咧推薦之外咧，教授啊、中西醫啊都一致推薦，就知佢有效啦。我平時咧保健咧就食2粒，特別攰嘅日子咧就食4粒，幾方便嘅。One week later。今次咧，你真係有好介紹啦！我食咗1個禮拜咧，而家明顯瞓覺瞓得好咗，夜晚咧就冇咁容易扎醒啦。第2朝起身咧就覺得精神好充足，瞓覺咧同做嘢咧都好有力量，做運動咧都冇咁容易攰啊！最近咧天氣咪成日忽冷忽熱嘅，以前咧成日好容易攝親，仲好容易頭痛添喎。今次竟然完全冇事，中醫咧仲話靈芝咧對心血管健康有幫助，自己成日食啲肥膩嘢咧，真係要補補佢啊！係好嘢嚟嘅，一定要買多幾個看門口。好啊！馬寧3月28號有限時1日出位價，樂道大學靈芝咧只需要220咁一盒，買12盒送2盒，指定馬寧咧仲有額外禮賓送，全年至底，記得去搶購啦！成日都好快斷貨㗎，送埋以下嘅 QR code 仲可以攞埋額外贈品添啊！